为着要来推广着用白米来代替着金纸的这种祭拜的新观念，台中大甲区公所甲当地农会来结合，伫咧市场的古迹大甲文创树推出着文创米，迄个包装就进行传统的金纸，希望透过创意的设计，鼓励信众做伙来响应环保。 众人做伙祭拜，手提唔是一般的金纸，是大甲区公所和在地农会利用在地生产的优质稻米，加上创意包装推出的文创米，希望推广以米代金的祭拜新观念。除了配合我们政府来推动这个环保政策，减少空污的以外，也能够享受到吃到我们大甲非常好的一个这良子米，感觉非常棒，好想买一个。对啊，就感觉要吃了就会。 种庄园啊！负责设计包装的大甲区农会表示，文创米的方面唔有文创树的建筑，下骹阁有代表一定会着的肉粽，阁有开智慧的窗仔等等的吉祥代表物。背后阁有印孔子和吴文昌形象，以红底红字的版面，呈现出传统金纸的意象。青菜代表的是勤快、固大的。 固然哈，那再来这个一个蒜头哈，就是表示你很会计算。公所嘛讲，一包2公斤的文创米只要100块，民众拜拜了后，阁会使提转去食平安。期待透过推广，鼓励更加侪信众做伙以行动支持以米代金，减少对环境的负担。好，来继续来看。